吊桥最初建于1926年，原桥于2004年因结构老化倒塌。后来，政府重建了全新的现代化吊桥，并于2021年正式开放。SciTech 桥下的美食中心是我在古晋求学时候和朋友们聊天吹水的好地方。新桥在保留旧桥历史风貌的同时，也采用更坚固与安全的结构设计。如今的 SciTech 吊桥已成为本地居民和游客喜爱的步行景点，尤其在夜晚灯光亮起时，景色迷人，适合散步、观景和拍照打卡。